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3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今日新闻头起先，就赶紧来看这大雨的灾情。高雄是对透早开始大寮、大树、鸟场这寡所在都积水，这大树有一寡路段是到过道水也退袂离。气象署就表示，这中南部的雨势上无大要到明仔日时过才较停。为着保护民众的安全，市府是到下晡5点半进前，已经撤离山区、桃园、武林6区，计共528人。高雄天气无稳定，过道了后市区变大雨，有的所在积水，水还未完全退。中午过后，高雄雨势是间歇性的下，不过呢，在大树区瓦厝街这条路，您可以看到呢，其实呢有一些水呢是还没有退去的，积水呢一度是深达成人的脚踝这么高。当地居民讲，大树的瓦厝街只要雨若较大，就会积水，关键是因为车路两边边啊无水沟啊。足早就拢无水沟，拢无水沟，你无做水沟，就拢逐摆嘛积水。气象署的数据显示，13透早到下晡2点半。高雄市累积的雨量排全国第2，落雨上侪所在伫大树区，有甲273毫米，互大树早起几个所在淹水，九曲洞就是其中之一。有甲10公斤的人空挂，去互强烈的水流冲离开地面，车路袂输变做水路。店头的物流箱嘛伫咧路面流来流去，附近的暗坑积水有甲180公分悬，是紧急封路。趁下晡水有较退，清洁人员赶紧清理排水坑。也若照从东方巷早起，嘛因为雨势规趟倒，车路规个淹水，还阁有骑奥多巴的人差一点仔都滑倒。你这样还经过？没办法，要上班啊，所以要过。即届落雨主要是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中南部的雨明显较大。气象署提醒，这款天气会为下暗持续到明仔载透早。今天主要雨势最大的地方，大致上就会是在南台湾的部分哦。我们看到。特别是在高雄、屏东，不论是平地或是山区，大致上都有来到150毫米以上的一个雨量。这届雨大部分落在台湾南部，高雄市烦恼雨真大，山区会有灾情，嘛甲山区的居民疏开。到下晡5点半，桃园、武林、甲6区拢总撤离528个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东部、南部的雨拢真粗，花莲玉里的灯量高寮变多，因为溪水涨起来，目前也是封起来的。也若是家己第三线受山壁的土石绑落来，双向袂通。若是咱对雨量的统计来看，今日落上济雨的前10名，拢伫咧高雄甲屏东。屏东的内义春日有一寡路段暂时袂通。雨水也是真悬，受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花莲玉里一直落大雨，造成溪仔水无法消退。天公所13也是甲通过这个秀姑乱溪的重量甲高寮变道封起来。那花莲嘉义县挖第三线的大底溪相关重起来，变做土水，第三线出现崩山。落实探方目前造成道路双向无法通行，所幸当下均未有伤亡形势发生，现场周遭已摆设交通锥。石头一直连落，连河来也讲歹去。第三线310.35公里，边坡13早起发生崩山，阻断双向交通。又雨真大，而且石头一直连落，伊都是无法度来抢修。拢咧遐大间咧，然后完全无法，不但甲伊面顶稳定哦，即摆伊落雨伊唔敢去。西南风真强，继续为南部带来水汽。台南中西区南宁街路边上树啊，未堪要大雨，早起倒去，跌到路边停车架汽车，树棵也坏伫路的阻碍交通。巡逻警察看到了后，赶紧封锁线围起来。本所同仁挺着风雨，极尽可能排除危害及适时管制交通，并通报相关单位进行应变。屏东上看一直上大水河，北大武山、过国山厝水管互大水冲歹去，波多栈桥也互大石讲歹去，准暂停开放。来义乡瓦罗斯区溪仔水涨起来，水串流。大后龙路早起因为落石暂停通行，村里乡往老七家道路、苏文部路后山的联络道路才路段，因为溪仔水涨起来也是落石，一度无渡过。通行的方面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往老区间那个部分在施工，然后那条路本来就是很容易落石。那通往市文的部分，那个地质本来就是容易滑动的一个部落，所以我们是比较担心。南山区屏东沿海早起用源大约3公尺，在一条扩大至鸟皮头近海作业平台段用7号也伫原来所在，雨风应拍上花，恐惊爱等天气较好，救援的拖船才法度来拖走。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中国2个航难编队是同时出现伫咧西太平洋，这就造成印太局势也有台海局势拢真紧张。
美国海军的代理作战部长12日就表示，为着阻挡中国来拍台湾，是会定期全球兵棋推演，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和台湾争做真歹进攻的目标。中国军舰山东号、辽宁号顶礼拜6礼拜第一摆做伙伫日本南部岛屿附近的太平洋海峡附近的活动，而且对山东号起飞的歼15战机和实施警戒的日本海上自卫队 P-3C 巡逻机，中国敢若离45公尺。对相片顶外，咱看到歼15战机技术搭载飞弹，日本这边嘛严重观察中国军机无正常划过来的行为。咱的国防部一共侦查到15架次的中国军机，7架次的中国军舰绕台，或掌握山东舰和辽宁舰编队伫西太平洋演训的动态。中国军队想要等突破第二岛链的能力，唔然互印太区域紧张。美国海军嘛表态讲，透过定期系列全球兵推，协助中国军队还台。We've been studying this in the Navy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a global series of war games. We needed to make Taiwan a very difficult target to take. 美国海军锁定5个重点领域，包括稳定打击的火力、反制中国军队指管等相关能力和非传统的海上武器等等，要帮助强化台湾的防御能力。专家分析，美军战区包括全球定期兵推是向中方来放信息，美军密切关注包括台海等印太区域的变化，面对中国军队有可能的军事行动，拢有相对的应处做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会展示出美国的我们叫协调作战能量，或者说它的计划能量？突然山东舰跟辽宁舰2艘航舰战斗群呢，就突然出现在第2岛链的东西两侧。这当然第一个美国必须要有所应对。美军唔若是兵推上好战略，和美国的联合军演嘛袂当少。亲像年度例行和泰国做伙主导的金色目镜蛇，和南韩的自由之盾，和菲律宾的金大鲸，甚至是2年1摆的环太平洋军演。专家解说讲，美方除了伫累积和严正作战计划，嘛确保台海这区域局势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洪城总统赖清德6月18日是要邀请在野的领袖讨论国安，南北两党拢证实讲，伊有去接到总统府卡来的电话。不过，民众党的党主席吴国昌是也未明确回应讲敢会出席。也若是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是强调讲，毋望这是一场调野的对话，毋是因单方面听总统咧口讲。坐轮小装甲车要去攻坚，特勤人员为厝的2边边仔入去，到12点钟探团，透过180分贝的声音来影响歹徒。后来为3站楼悬水降落来，特勤小组模拟列车去互威胁，要赶紧把人质救出来。总统赖清德13亲身视察保育反恐训练中心，强调台湾防卫韧性的重要。维安特勤队的格言是：于皆目权，无为凶狼。近年来，面对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以及气候变迁、灰色地带侵扰等等的挑战，我们要结合各方力量，推动台湾的全社会防卫韧性。面对国际局势，总统府会头一届向在野的头人做国安简报。12秘书长潘明安亲身敲电话，日期定伫18。不过，马克在野党质疑讲，要调野共同讨论国事，不过时间哪像相逼，细节无透明。总统怎么看在野党觉得国安简报准备时间太短？赖清德总统会不会参加？那具体的流程到底是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处在一个非常混乱、不明的资讯当中。在交换意见、共商国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主张公开透明、全程直播。那牵涉到国安机密资讯，当然不宜公开。若敢袂出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强调无以设任何前提，嘛呼吁当局赶紧公布详细内容。若国民党认为讲有关经济、能源、甲社会安全等等的议题，拢无应该排除。不是单向交流，不是总统训话，而是朝野对话、共商国事。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展开诚意，只要能够对国家好啊，虽然时间短，我们都应该要全力以赴。南北两党强调讲，细节会交互党秘书长去沟通。民进党表示，希望各界尊重当局积极而且谨慎的安排，嘛希望大家莫乌白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安的问题，有民众是真正讲，伊的亲人已经放弃台湾的国籍，加入中国籍，不过依然收到兵单。内政部就解释讲，依照两岸条例，就算有中国的户籍也是护照，有权爱做兵，是避免有人用这款方式来闪做兵。
不过立委就认为讲，和即寡有摕中国国籍的人来做咱台湾的兵，恐惊受国安问题，这到时就比闪做兵更较严重。台北有民众接到公文，已经入籍中国的地仔返来台湾做兵，无得照妨害兵役罪法办也是通缉，互伊行一个紧向民台来进程。荒谬至极，因为呢，今天赖清德既然宣布了我们跟大陆是敌对国，是否适合让这些已经在大陆有户籍的人，甚至有的可能还是共产党员，回来到台湾，然后来当兵？这个在中国出生的27岁的查甫人，老爸是台湾人，老母是中国人。2016年已经放弃台湾的户籍，搁捌是共青团的成员。台北市兵役局讲，目前亲像这种状况的役男个案都有9个伫咧列管，其中有2个人通知了无回复，已经依法移送。我们已经有下征兵处理程序的通知，结果他没有回来，我们是按照规定有用妨害兵役来做移送。另外有3位是还在读书当中，还有1位是已经体检完，应该是不会让他去做比较机敏性的一些职务的工作。公共人法条例第91条，伫中国设户籍也是领中国的护照，台湾人民的身份都会无去，但是伊伫台湾的责任和义务，亲像纳税也是做兵，袂因为安尼无去也是免读。但是立委新北杨讲，含当兵的义务比起来，国家安全是更加重要，已经提出修法，要来免读这种案例内面做兵的义务。假设已经取得中国的户籍跟国籍，然后又在台湾当兵，那又可以取得这个我们军营内部的资料，说真的会有一些国安的风险。所以针对这件事情呢，我提出了修法。那当然呢，还会有一些比较边界的案例，针对国防妻子等等这一类解放军的学校念过的人呢，他在服兵役的时候呢，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限制。目前相关动法条例修法的进度已经一读。内政部回应讲，役男莫想要用无台湾身份，也是出境这方式来闪做兵，嘛会和地方做伙来强化查处，确保兵役的公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头拄只暗头5点外，台中逢甲大学有树仔，那就是因为这落大雨汹汹倒去，带着4个经过的学生，其中一个在寮系查甫学生伤势真严重，当场就无喘过心跳。会有点担心吧？怎么说？就可能会尽量避开这些树之类的。到场有发现1名民众滑倒，那没有送医哦。那还有1名民众压在树下哦。那我们立即使用破坏器材将民众脱困哦。那民众送医时呈现欧卡状况哦。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是出动10台车、23个人去救灾。其中一个在寮系学生捡好树仔跌到，当场就失去性命现象，送去中港长青病院抢救，有关是救无回来。接落来看今日早起一只连结仔对花莲新城新生桥要转弯，这车顶25栋的大理石怎熊熊连落，路面立一大坑，加载是无人着伤。伫路口等车阳顶，熊熊一粒大理石飞过来，恁几啊连讲着点啊加路，起初是行一个紧闪，换一个角度，因为一只连结仔在大理石倒弯，就头煞熊熊落落来。我这个怎么抬了？这个抬不起来了。业者去到现场，发现大爱出动2台吊车，才有法度把石头吊起来。因为这粒大理石有到25栋，而且点啊加路是立一凹真大坑。他这样子开过来，如果人在那边等，蛮严，那个来不及。才看到怎么掉落，都在那边。这个意外发生伫13早起7点外，一个24岁连结来的司机载大理石要去甲工厂，为花莲新城的新生桥倒弯要接大九线，哪像无固定好势，石头全安尼落落来。今嘛警方介入调查，嘛会采罚。所载货物脱落来做举发，那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毋那依法有规定，载货若有漏涉飞出去或者是落落来，是要食罚单的。货物运输的规范嘛有严格限制，亲像全拖的车辆加上货物的重量，袂当超过42吨，也若半拖的是35吨，而且大细嘛有要求，长度上济敢会当超过车身的30%，宽度为地面算起，限制伫咧4公尺内，而且宽度袂当超过车身。你只要有东西在行驶的过程中掉在车道上，应该都算违规。包含如果我骑摩托车，我的双肩背包放在脚踏板那边，如果掉了，那个其实这个也算。公路局提醒，无论是大型的货物或者是日常的用品，只要载物件伫咧路里，拢要顾好，唔通去互落去，因为若无细致落去，唔那爱互处分，甚至会影响民众行车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今日下晡桃园路顶有饲料的处理工厂，那像是喷的气体引起爆炸，造成几两个工人规身躯40%到80%受烫伤，分别送去南口中间甲闽省病院急救。对这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这涂骹的干已经熏到乌糟糟，四界乱七八糟。今日下晡2点外，路顶的饲料处理工厂熊熊崩起，户外处理喷做饲料的设备当场就火烧，面积是达到20平方公尺，这就造成现场几两个工人受伤。消防局表示，计共是有9个人受伤，其中有6个是伤势正严重送病院，无人死亡。那这导火原因是要搁进一步调查。来看新北市区一台公车，昨下晡经过邦桥车头时阵要转弯，煞是甲另外一台公车相撞，窗啊弄甲嘴糊糊。不过这司机是无随停落来，佮继续驶去后一站，才放行去落车。公车伫路口越过了后，车身去弄到另外一台公车，不过司机并无甲车停落来，车好了后，竟然驶离开现场。车的窗仔门破去，玻璃油四散伫车底，公车已经受损，司机煞继续伫驶去附近的公车站，才互所有的乘客落车。我是受到蛮大的惊吓，因为那时候破的地方就在我座位的正旁边，他们没有在原地处理好那碎玻璃，我也没有看到警察出现。事故发生伫12下晡5点外，2台3中客运的公车伫新北市的邦桥车头附近去压着。客运的业者表示，这个刚弄到的司机驶公车已经有28年的经验，伊的酒测甲休困拢有正常，应该是无食酒驶车或者是疲劳驾驶。本公司7、8路线公车因为注意安全间距及车侧状况，不慎擦撞同为本公司南37线公车。雄雄弄这个，唔但互2台公车拢总有20个乘客惊一条。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打电话去反映，讲因囝因为安尼受伤，不过警方到达拢无接到报案。平安那边的话，势必会造成当地的交通打结。我们已经有收到公车业者他们提供的行车影像，不会有什么肇逃的状况。交通局回应讲，已经有要求业者都要赶紧甲受伤的人联络，嘛要加强驾驶员的训练甲教育。面对这个疏失，业者嘛伫13早起，甲人叫登去辅导。这种情形我遇过啊，也是这样子，角度没抓好吧？急刹车的时候吧，往前撞这样子，然后其实还蛮危险的。为紧急打洞啊，造成乘客受伤，车门去夹到乘客拖行，当时还有冲起的分隔岛的。加上这个事件，发现最近国内真正发生公车引起的事故，所以司机驾驶的行为需要提升，唔通互乘客坐车感觉心惊胆吓。公司新闻新北报道。台北市卫生局抽验这菜西最高的农业量，这51件当中，有13件无合规定，韭菜花占4件是上介济。其他也有亲像高赞塔，也是咸桥啊等等，拢已经有要求业者都爱落价。这餐厅非常泰上好西施就去用到这款产品，业者是答应讲会甲供应商换掉。国防分市场采购要摕出来人做暗顿，对北港来的李律师，登记第3地采收所果，对安怎拣是真有一套。水果要无用啊吼，就要有白皮啦。伊吼，伊迄钻药啊铺落一罐顶哦，伊是咧钻糖袂，甲你装空好看。府市卫生局公布今年4月生鲜所果残留农药的抽验结果，结果验出13件无合格，违规的产品包括韭菜花4件，高赞塔番茄啊分别有2件，另外有葱啊、莲雾、葱黄、木瓜等等农药超标。其中 BB 等推荐的上好所实，红验出高赞塔违规，业者发声明，红通知了后，随着通知这个厂商的工会，另外找3地合格供应商直接采购。目前供应的拢是检验合格的产品。非常台天母店是使用着超标的高赞塔含葱啊，业者讲已经替换物料，而且换供应商。讲到采购实在拢伫合法的产销中心嘛有家己体检，但嘛是针对大各国内法规要求极微量的标准，会持续研究更较有效精准的检测方法。那比较特别的话，既然有看到9层塔里面也有3种的农药残留，不过大家说这3种农药残留话，以毒性来说它是低毒性的。我们建议会用那个流动的清水净洗或者是冲洗即可啦。表面比较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像苦瓜或者是一些黏雾等等的，可以再适当的用那个我们的暖毛刷再进行那个刷洗啊。这摆无合格的商品嘛出现伫市面的蔬果行含超市这通路，拢已经落价。农业试验所表示讲，要降低农药的残留，上好是倒清水从10分到15分。有地头的水果嘛，建议先洗了后再甲地头提掉。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有一个23岁少年家是拢无咧食水，逐工干那食2杯凉的，上班时间佫定定禁尿，结果伊才23岁就腰子结石啊放血尿，发烧佫拖1个月才三级诊，这查落才知影讲是腰子发炎引发败血症，险啊无命。即马天气又够热，袂少人拢会食凉的。毋过台中即个23岁姓林的查甫人，逐工拢靠食2杯手植茶来止喙焦，补充水分。长期落来造成健康出问题，佫爱去看医生。几乎没什么在喝，都喝茶，有糖的，乌龙1-2杯不一定。林先生讲，伊是做食的，若咧无用的时阵是无时间通食水，佫会禁尿，所以讲逐工拢是啉2杯半糖的手植乌龙茶，算算的1个月上无得啉60杯。毋过最近说是出现腰子结石佫放血，食药3天了后虽然是有较好，毋过颠颠倒倒1个月来一直咧发烧。后来检查是得急性的肾盂肾炎，佫引发败血症，险啊无命。右边的肾脏可以明显看到说它比左边的肾脏还要肿的非常多，接近要到2倍的一个状况它的发炎指数、感染指数到达27的一个非常高的程度。那正常值是多少？0.3，所以接近是升高一个90倍。医生表示，急性的肾盂肾炎是一款常看到的上臂药头感染，起因是腰子甲肾盂受到细菌感染，产生急性的发炎。营养师表示，一般人认为讲这食凉的嘛等于是食水，毋过手植茶当中是有糖分，若是佫有另外加料，这当中佫有食品的添加物，加一寡热量，拢会造成身体负担。如果是50公斤的体重的人呢，那它是大概乘以30cc 的水分，大概就是一天可以喝到1500cc 的水。那大概一瓶保特瓶是600cc 左右，我们至少要喝到2到3瓶的会比较足够。营养师表示，水若食无够，就会造成尿甲血浓度伤过悬，无法度代谢。建议平常时若要食水，一杯唔免食伤济，爱加食几杯啊。若是有要啉凉的，建议是爱以微糖也是无糖的茶为主。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这新台票换美金，今仔日开盘是29.64块，后来是佫起哩，盘中上悬起到29.502块，是这3年来上界悬的。若是收盘时阵是有落小块，收伫咧29.668块。副帮金的董事长蔡明兴就表示讲，这台票起价的好处是通货膨胀会下降，不过嘛袂当起伤紧，亲像外销甲保险这块产业才有法度适应。台票换美金，伫12以29.66块收盘了后，13开盘是29.64块，不过开盘无偌久，要起到29.502块，起1.58角。盘中汇价超过5月初5上悬的29.592，嘛创下2022年6月以来3年来上悬的纪录。买手收伫29.668块，落0.8分。接下来，例如说美元指数重新走弱。然后呢，这个台股有反攻，那甚至是资金推动亚币都走强，那我觉得台币确实有机会持续走升。但你说会不会很快到28？我觉得不一定。专家表示，为13个盘中记录来看，发现台票有起的趋势，呈现偏强的局面。后礼拜的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是影响汇率的关键。针对最近台票有起，副帮人寿董事长林福生13伫股东会表示，以副帮人寿来讲，台票起一角影响是前差10几亿，因为国内6大寿险亏损拢总要到350亿。金管会12提出3大暂时的措施，包括放定资本失足率汇率，比较目前股票采半年平均价的评价，也若新一代行钱能力的制度、过渡措施的申请，嘛会采差异化监理要求。如果要升值的话，不要那么快那么猛，有一些时间让各行各业会有机会去调整。台币升值，这个对于未来我们进口是成本降低，出口呢成本增加。面对新台票有起的态势，国泰金控的董事长蔡宏图嘛话讲，无论是金融或者是寿险业、甲制造业，拢已经采取避险的措施。根据华南金测算，台票若起1块，对利润的影响差不多是1亿的台票，整体影响有限。记者综合报道。前环保署环境督察总队长李建玉牵涉出场的时阵，是骚扰性侵同事学员，甚至个外口厂商的员工嘛受害。台中地检署是甲起诉10条罪，且法院都要甲判重刑。
前环保署环境督察总队总队长李建佑涉嫌借款势，对罪名女性性侵害甲性骚扰。台中检方4月对伊搜查，并且具体也向法院来申请关押核准。案件23侦查终结，认定被告总共涉犯10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审酌被告身为机关首长，本应作为全体同仁之表率，既未成一己私欲，严重败坏机关之形象，造成被害人身心难以抹灭之重大伤害。检方认定李建佑涉犯6个强制蓄恶模犯罪，3个利用款式蓄恶模犯罪，1个强制性交罪，建请法院将当量刑。李建佑涉嫌在2022年到2023年中间，利用公务出差机会，对罪名女性性侵害甲性骚扰，对象包含同仁、训练班学员，甚至是外部厂商的女员工，总计有4名被害人。监察院虽然伫去年11月也对环境部提出纠正，不过当初揭发的前立委陈椒华认为，现行法规对受害者保护依然不足。公务人员服务法或者是公务人员相关的这种举发的规定不足。那另外，目前公务人员的这些调查都是内部调查，那内部调查的话，大部分都是被掩盖住了。但椒华认为讲应该爱守法，加强对着检举者也有被害者的保护。也有妇女团体是讲，伫工作场所出现权势性骚扰，往往是伫加害者甲被害者权力无对等的情况会发生。被害者若是拄到这种情形，也是爱伫发生的时阵爱保全证据。如果你要处理的一个过程里面，那个证据是不是可以被保全，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是不是可以冷静的去把一些相关的资讯留下来？类型基金会讲，除了被害者爱勇敢站出来，工作场所这边应该爱予被害者保障，对相关的事件处理程序甲教育拢爱提升，才法度确保避免相关的事件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近日监察院是逼出滚了镜，坐公务车办私人代志的争议。时阵民众党团就提案修改宪法，是要废掉监察院。29个立委联署正式上案。监察委员乱用公务车的争议进程一直逼出来，那秘书长李准疫情时，作为监察委员也移送纪律委员会，更加引发监察院全会的讨论。民众党团正式提出废除监察院修宪提案。早前更加伫面册发文讲，联署已经超过29名立法委员提案的标准，正式上案。在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多达32位修宪提案已经送到立法院的议事处，我们恭请立法院的院长韩国瑜尽速的召开修宪委员会。我们开放党团委员以个人身份去联署，它不是一个党团去联署。我们也是基于就说在立法院里面，我们在野党一定要合作对民众党来说，如果我们完全不开放的话，那他连提案的机会都没有。不过，修宪标准真悬，必须经过1/4立委提议，3/4出席，也有出席委员3/4的决议，提出宪法修正案，公告半年了后投票否决，有效同意票超过一半才算通过。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讲，会考监一直拢是民进党长期的理念，那在野党愿意跟进推动宪政改革，那就斗阵真心推动。如果在野党也愿意来跟进，愿意来推动宪政的改革，愿意来废除监察院，那希望就是一起真心来推动。那后续如果能够启动修宪的期程，我想大家就可以见真章。立法委员会也出现调阅交手，国民党团已经提案通过，本会期延长到7月底；民众党团13个提案，会期阁延长到8月31日，有计伫7月中议会确定。根据国会图书馆公开历史资料，立法院对2012年第8届第一会期到第11届第2会期，总共有9个结束日期超过法定的5月底，也是12月底。不过，拢无延长达到2个月。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博物院甲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合作，对明仔开始就要展出高景、梵谷等38个艺术家的作品。高雄市表示，咱台湾是大都会博物馆亚洲巡回展览的头一站，加上今年是高雄100周年，更较有意义。
弹钢琴的两个少女是画家雷诺瓦有名的作品，以温柔有度的笔法画出少女弹钢琴的形，代表感性和和谐，等印象派的风格。这个名导的正片对14开始会伫故宫展出，故宫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合作，找包括高更、梵谷等38个艺术家81件作品，第摆来展出重要典藏，嘛向台湾的民众展现艺术的多元风貌。This time, we are excited to share our museum's treasure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We hope visitors will find great enjoyment from these works and meaningful moments of inspiration and connection. 故宫表示讲，这批图的风格对印象派到早期的现代主义，焦点除了雷诺瓦的弹钢琴的两个少女，还有塞尚的暴风庄园附近的树下汉邦社。另外，高更大溪地西城区的查某，代表对文明社会反思，嘛替象征主义拍好基础。大都会博物馆首度在台展出的大型展览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大都会名作展以台湾为亚洲巡回的首站。在此特别要感谢大都会博物馆对故宫博物院的支持与信赖。总统赖清德嘛到场来欣赏这个名图，希望故宫以大都会博物馆做镜来亲近台湾，搁爱互世界看到台湾。这摆展览会以对城市到庄脚等5大主题，带领观众来体验艺术家安怎来回应社会变迁，搁有因对美学的追求，希望用这来拓展全球的眼界。记者综合报道。大学生特别热啊！真侪学生是去做散工赚刮所费。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有7成的学生是有爱想要找散工来做。不过，伫咧遮都要提醒即个学生囡仔爱注意，唔通去互诈骗集团灌去。劳团就提醒民众，上好是爱找合法的人力银行，而且要去面试进前，马上查看讲迄间敢是合法的公司。我加入了赖的社群，那这时候我看到都还是正常的状态，直到我看到的社群开始发布了投资的一些网站跟课程，我就在社群里面去询问说，是否有这个公司的统一编号来证明他们是一家合法的公司，那他就立刻把我封锁踢出群组了。当时大学生的林东二讲，为着要做兼职，的因透露的是已经确定过时间地点，1点钟的薪水嘛，则比一般行情100到加560块尔。但是要问通一边好，都互人踢出工作群组，才发现险都互骗去。另外，更有一位劳动二分享讲，家己兼职遇到的问题，毋但雇主头起先无讲清楚，爱达成偌济业绩，落尾是连1块银都无摕到。到了现场才知道说。就是有的会发薪水，可是他就是跟你说，就是你要达到这个 KPI 才会是这个奖金的薪水，然后先引你过来。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上侪人做的是餐厅，有51.8%，柜台行政是33.5%，也内第3名是活动工读生是28.7%，有7成的学生会拍算伫咧暑假兼职。人力银行表示，上定遇到的争议包括看的工作内容和实际做的无同，也是哄骗个人资料，甚至是入去公司了后要求爱先买产品等等。劳团嘛提醒民众，若是要找头路，上好爱找合法立案的人力银行，有经过审查靠保障。公司是有统一编号的话，你可以去查询。如果查得到的话呢，通常它也是有合法立案的公司，这样是比较安全、比较有保障的。譬如讲有一寡人力银行的这个平台吼，这可能较有规模，较有一寡保障。社群媒体，譬如讲是。Facebook 啊，还是像一寡社群媒体，这就因为这资料可能拢会较少嘛，你嘛唔知到底是谁藏起的，这部分就要去特别注意。劳团呼吁民众，若是怀疑家己遇到诈骗，除了找亲戚朋友斗相共，嘛要先收集相关的证据资料，报警，也是卡105反诈骗专线来保护家己。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有研究是指出讲，老大人若感觉到孤单，就会增加失智、死亡，甚至是郁卒的风险。这个委员就建议家属也有医护人员，在甲老大人讲话时阵，会当讲因的母语，因若听有，就较袂感觉孤单。前几天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隔离关伫厝里办公，伫线顶上课迄段时间，人甲人较无接触，民众的孤单感就较重。也若伫咧生活中有研究显示，65岁以上的时代，因为退休啊，生活较会感觉孤单。研究指出，这款孤单的感觉也会提悬失智、郁卒和死亡的风险。所有年龄层的自杀率比起来，高龄长者的自杀率是最高的。这个
也跟他有比较高的忧郁症、比较高的孤寂感的盛行率都相关。各位院找50位健康的时代，运用脑波技术去探讨孤单对时代语言理解的影响，发现就算是身体健康，也无出现退化。不过孤单感较悬的时代，会有语言理解困难，出现类似早期失智的变化。各位院也发现，用时代实在语言，亲像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用母语和时代讲话，会当增加时代的语言理解，减少孤单的感觉。那原来的母语就是他生产的时候的第一个。语言的那个学习的系统是跟他沟通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有很多在失智中期或严重的时候，他可能连普通话都没办法讲好，他就回复到他原来的客家话或者是台语的这个原来母语的状况。研究也发现，真侪时代虽然身躯边有坎坷，也是医护人员咧陪伴因、照顾因，但是若是单纯敢若陪伴伫咧因的身躯边，无甲因开讲，这个时代就会开始感觉孤单，语言理解困难，就会减少互动，就会开始愈来愈孤单，出现恶性的循环。各位医也表示，所以真侪病医为着要提升医护人员和时代的沟通能力，要开始安排母语课程。各位医认为这是真好的办法。记者陈阿林秀凯台北报道。台南安平是真侪游客去台南佚佗的时阵会去行到的所在。伫咧遮，还有一个市定古迹，号做德记洋行。这内底即阵是当咧办展览，有5个所在是互游客会当当纪念因仔。不过最近却是发现讲，有人是甲即寡因仔乌白挡伫咧桌仔顶、壁倒，还有虫仔的门框顶头，这款迫害古迹的行为，相当是去互关5年罚2000万。民众摕德记洋行的限定因仔当伫咧收集纸，就是要摕来做纪念。也毋过详细甲看，毋若壁倒有即个因仔的图样，连虫仔门拢有。其他游客看到这款情形，嘛感觉伤撼过。就是他可能有点有碍观瞻，然后就影响整个展览的整体性。我觉得如果有其他游客，比如说外国游客来，可能会觉得，就是台湾人的素质嘛。台南市定古迹观光景点德记洋行经过1年的整修甲换展，今年以全新的面貌甲游客相见，更加推出双色展，提供5种囡仔予游客收集，想袂到去予民众乌白当。针对这个情形，台南市文化局也提醒民众，若违反文化资产保存法，会当处半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罚50万以上到2000万以下的罚金。所以呢，后续呢，我们应该会请传统匠师呢，来就这个白灰壁的一个表层呢，进行一个清洁以及维护这样子。不过呢，还是真的在这边呢，向民众能够呼吁哈，就是说污染古迹的墙面是一个不可取的行为。受损的铺设墙面经过初步的检视，确认敢若污染表面无渗透到中央甲底层，古迹的结构嘛无受损。也毋过，游园是需要专业人员以传统的工法进行清洁甲修补，为着避免类似情形搁发生，后续已经强化现场管理，搁伫每一个站点设牌仔，提醒民众莫乌白甲设施也是壁倒当因仔。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同款伫咧台南的普济店，即摆是让180档搁办王孙照，这王船的彩绘是当咧收尾，彩绘团队是画规个月，家画甲真有路。上界特别的是这全新的设计，乌底雷金，咱到底来欣赏。彩绘师当咧甲粉线补金做收尾，彩绘团队用1个月画这只帝王级的王船，总算要完工。对中秀台湾管制纪录来看，台湾府城普济店对清代就咧做王孙照，即回让180档，要6个举办。当头戏就是这只王船，无论是东镜内面有按5底钱，其中最侧的部分应该画做狮头的形，喙内底各有10个，这嘛代表十全十美的意思。这船啊工课，完全是咱府城人款。咱的船啊，大部分都是王船，不过我这只船啊是帝王。咱的龙头大部分都是饲料的，叫做王。不过我五料叫做帝，啊，啥物叫做帝？这个东镜内底有顺治、孔乙、雍正、乾隆、嘉庆，有这5个皇帝帝王钱安伫内底。斟酌看这只王船，其实介特殊，主要因为台湾这阵多数王船拢是画较浅色的，这回普济店王爷公交代，彩绘师则个用乌底落去做雷金，看起来更加庄严。另外，彩绘师伫船岛甲船墙遮拢画吉祥物。12大将，这是顶面的部分。伫咱4个角头是4方神兽，东西南北。
伫这个腰带部分遮，咱是做八仙的这个宝啊，来象征八仙。伊用八仙咱拢画伫顶面。底部是做咱这个10大神兽，是咱《山海经》内面找较吉祥的、较有象征性的来做这个底部的部分。因为之前在看的话，其实没有像黑色打底这种王船没有看过，是第一次看到。为了通互人更加明白王孙桥的传统文化，庙方对开始做王船到完工，拢开放给民众来看。旧历5月20主时，因徛顶个仪式，嘛就是祭奠起鼓啊。经过180天，才去办王孙桥，但头世人才拄会到一届。庙方嘛邀请大家来见证历史。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咧嘉义关市交界大溪厝社区，是嘉义市政治外的大山区。即阵嘉义市府是甲社区合作，邀请艺术家创作糟蹋社区举办活动，希望会当增加在地产业发展的机会。社区囡仔画的图，将做是投影的图面，另外一边挂稻仔村的稻草，嘛摕来做卖姜的创作。嘉义市的大溪社区配合艺术家的作品，要互人感受无共的农村气氛。即届的主题主要是引用《小王子》的故事，阮为入口开始留一寡甲小王子，伊就是为伊的星球，去别个所在的故事，来带大家来看无同的艺术品安尼。嘉义市的大溪社区除了有水环境的教育园区以外，社区内底阁有背靠超过300栋的古井。为了要推动社区发展，社区配合市政府透过活动的举办，要互民众来认识这个伫市区的农村。即嘛有互咱社区带动一寡即农村经济来咱社区的产业一寡在地产业、像美的文化还做一个产业来推动安尼。嘉义市很特别呢，我们是离农村最近的城市，我们希望呢可以借由活动，可以借由产业把它打开来。所以呢，我们这次呢会有非常棒的一个夜间的一个艺术的策展。创作的艺术家表示，内底展览的艺术品，24时甲暗时拢有无同的感觉。拜6礼拜，阁有市集甲表演的活动，希望透过这个内容，替社区甲在地产业增加互人看到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国际局势上升的危机，以色列伫咧当地13半暝出动超过200架战斗机，攻击伊朗首都附近的核能设施。伊朗就批评这以色列是造成真侪无辜的民众死伤，另外佫绑死因军内的军事将领甲核子科学家。即阵伊朗的当局嘛已经派900架无人机射飞弹反击。پشت سر من تصویر محل اصابت موشک‌های互伊军精准拍到伊朗上大的纳坦兹浓缩铀设施，乌烟一直冲出来，这好做现在崛起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出动超过200架 F-35、F-16甲 F-15架战機，趁暗时对德黑兰军高起超过300个弹药，攻击伊朗上百个目标。We struck at the heart of Iran's nuclear enrichment program. We struck at the heart of Iran's nuclear weaponization program. We targeted Iran's main enrichment facility in Natanz. We targeted Iran's leading nuclear scientists working on the Iranian bomb. We also struck at the heart of Iran's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发表声明讲，伊朗对以色列生存构成严重威胁，这行动会继续到威胁被消除为止。也若空袭除了造成囡仔在内无辜的伊朗民众死伤，德黑兰方面也证实，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萨拉米伫空袭中丧生。除了为该相当美国参谋首长会议临时主席的萨拉米，伊朗军队最高的指挥官、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也有侪名的国家和科学家及军方的高层，拢伫这轮攻击中被拍死。伊朗最高的精神领袖哈米尼讲，以色列应该有期会受到严厉惩罚。为了防止报复，以色列对全国下达特别紧急的状态指令。国防军 IDF 也要求民众赶紧避难。结果真正伊朗派出上百架无人机全力来反击。不过以色列国防军警告，下次攻击规模可能更加大。军民间已经开始囤积粮食物品，并且动员会库支援。以军发言人呼吁，若民间有所在互拍到，千万唔通上传影片，也是地点的资讯到社群媒体，防止互敌人用来提升攻击精准度。以色列甲伊朗的交战引发区域紧张，各自油价一度起14%。原本中东这片区域是欧洲甲波斯湾、亚洲甲欧洲航线无用出入的空中走廊，主要航空公司拢取消经过以色列、伊朗、伊拉克甚至约旦上空的航班。
The military says that Iran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s closer than ever to possessing nuclear weapons. In fact, it says Iran has accumulated enough materials to build 15 nuclear weapons within short times. 伊朗打造核武的进程已经让外界感觉是真烦恼。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加都对伊朗通过20年来头一摆谴责决议。不过，伫阿班的协调下，美国甲伊朗重新展开的这轮核子会谈，原本伫6月15要来进入第6轮，尽连美国拢可能成做伊朗报复的对象。As long as I think there is an agreement, I don't want them going in because I think I would blow it. 先前，美国已经对中东撤离部分的外交人员甲家属，并且要求自耶路撒冷使馆人员就地避难。美国国务卿鲁比欧伫以色列空袭了后是讲，美国有受到以色列通知击败行动，不过美国并无参加。也那别讲，川普总统拜五亲身主持国家安全会议，来引领一个真紧张的中东局势。公视新闻王路梅编译。印度航空一架要飞伦敦的飞机，昨起飞了后就随失事，飞机顶240几个人，敢若一个活落来，将做是印度30年来上界严重的空难。目前是已经有找到一个乌鸦仔，望会当解开空难的真相。而且这飞机载落的所在是一个主题区，所以讲地面冇死伤。当地病院上无已经收到265具遗体，罹难的人数会阁增加。印度航空一架波音787客机，原底要为印度飞去英国伦敦，不过煞伫起飞差不多30秒了后，转摔伫离机场17公里远的主题区内底，而且弄到当地医学院的宿舍。火势牵连几啊栋建筑物，造成地面有24个人死亡，包括当时还阁伫宿舍内底的医学生，还阁有真侪人受伤。也若飞机顶除了一个坐伫紧急出口附近的乘客，也有活的以外，其他241个人全部罹难。这是印度从1996年以来上界严重的空难。मेरा पीछे यहाँ 200 मीटर पहले ऑफिस है रिया एयर कार्गो एक्सप्रेस। यहाँ पे जो ऑफिस से बाहर निकला तो मैंने देखा कि जोर से आवाज आया विंग्स का, फिर पूरा धुआं भर गया। लोग यहाँ से भगदड़ मची, उसके बाद आके देख रहे थे ये हादसा की स्थिति। 这场空难唯一的生还者是一个40岁英国籍印度裔的查甫人。根据伊甲目击者的讲法，意外发生的时阵，伊规个人喷出去，了后发现家己伫尸体甲残骸之间，是感觉真惊吓。印度总理莫迪13去勘察事故的现场，嘛去病院探视这场空难唯一的生还者。莫迪讲已经甲救灾单位联络，会全力来搜救。每一个罹难者拢会当摕到代票差不多344万的赔偿。因为飞机顶还阁有53个英国公民。英国首相史凯尼嘛表示，会派调查小组去协助。In relation to the question of a survivor, obviously we're establishing the facts and the investigation is ongoing. We're in constant contact with the Indian authorities. 这架失事的波音787客机内底有2粒乌鸦仔。根据媒体报道，搜救人员伫事故发生的几啊点钟后，已经找到伫咧飞机尾的乌鸦仔。另外一粒伫飞机的头前时也未找到。印度民航总局嘛讲，会赶紧记录甲分析来理清事故的原因。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嘛讲，这是历史上上界恐怖的空难之一。Plane crash was terrible. I've already told them anything we can do. 这是波音787客机头一件空难的事故。波音公司表示，这是针对长途飞行设计的飞机。目前有超过1100架伫全球425条航线飞行。美国运输部嘛表示，并无任何数据显示波音787有需要停飞安全的记录。也那波音公司讲，已经有甲印度政府联络，会提供一切协助。不过，波音公司的估计，伫空难发生了后，收盘是大到4.79%。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派国民兵去洛杉矶压制反对掠移民的示威。联邦法院昨是判定讲，这 Trump 的行为违反宪法，甲这国民兵的控制权行予加州。不过，这 Trump 政府上诉了后又搁变盘，所以讲也代表讲 Trump 目前有愿是有指挥国民兵的权力。为了应对美国洛杉矶抗议逮捕移民的示威活动，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派着舰队甲4000名国民兵进驻洛杉矶，引起争议。加州州长甲检察长认为，川普行为越权，对川普政府提出诉讼了后，联邦法院的法官不理解，在裁定川普行为无遵照国会规定，嘛超过法律的权限，违反美国宪法第10条修正案，必须甲加州国民兵的控制权行予加州州长。We're gratified. Today is a big day. Fo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our democracy, and I hope it'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day in this country, where we push back against overreach, we push back against these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of a president. 联邦法官的裁决要求川普政府必须在当地13中道进前高行国民兵的控制权，也不过川普政府提出上诉。美国最高巡回上诉法院伫12日深夜暂停执行联邦法院的判决，允准川普维持对伫加州的国民兵指挥权。另外，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伫洛杉矶召开记者会，反驳外界批评派美军进入洛杉矶是无经济个非法的行为，强调会解放洛杉矶。伫加州民主党参议员帕蒂利亚刷伫记者会。 大声提问，转后关键靠手铐强制为现场救走。He was shouting some stuff, and it definitely deterred from Noam's press conference and turned the attention onto him. It was only a matter of seconds before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room. 记者会结束了后，诺姆表示，议员帕蒂利亚是常常走入去会场，大声拍档家己讲话，嘛无表明身份，才会互组织带离现场。对于川普动用军队的争议，包括伊利诺州、明尼苏达州、纽约州的3名民主党籍的州长，昨日嘛出席共和党主导的众议监督委员会听证会，甲共和党的议员对呛。 It's wrong to deploy the National Guard and active duty Marines into an American city over the objection of local law enforcement. Just to inflame a situation and create a crisis. An American city has been militarized over the objections of their governor. At the outset,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this is a flagrant abuse of power. 这个听证会是共和党对庇护城市的听证会。今年3月，委员会已经传唤波士顿、芝加哥、丹佛、甲纽约市长出席，指责移民庇护政策根本是帮助犯罪。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 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2度。 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0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